你有冇試過一見到留意緊嘅股票出負面新聞，就即刻想 short 佢？成日聽人講順勢交易，見住佢一開市就插水，short 佢又有咩唔啱？唔想次次都慢半拍，嚟緊就教你一個可以快人一步嘅做法。Hello，大家好，我係小沙。呢個 channel 係想用小朋友都聽得明嘅方式，分享下我對投資嘅心得。近排同軟件有關嘅股票大跌，成個市場充滿 AI scare trade 嘅恐慌。由2月初開始，軟件同服務板塊蒸發咗近萬億美元市值。Salesforce、Adobe、ServiceNow、Thomson Reuters 呢啲大佬股價直插。SP Software Index 今年跌咗超過20%，點解跌得咁勁？就係因為 AI 突然變得太勁，投資者驚佢會直接取代傳統軟件公司嘅生意模式。大家叫呢個做 SaaSpocalypse。翻轉頭睇翻上年 AI 呢個大主題，簡直係印鈔機。NVIDIA 作為跑 AI 最重要嘅晶片龍頭，以一己之力帶領成班 AI 相關股票爆升。當時啲人好興奮，覺得 AI 就係未來，個個都想分一杯羹。之後大家嘅注意力就轉咗去點樣好好利用 AI，唔係淨係講晶片，而係邊間公司可以最快、最 user-friendly 咁將 AI 融入日常生活。例如 Microsoft 嘅 Copilot 直接喺 Word、Excel、PowerPoint 入面幫你寫報告、分析數據、自動生成簡報。我哋用幾個 prompt 就搞掂以往要花幾小時嘅嘢。Adobe Firefly 就喺 Photoshop 同 Premiere Pro 度自動生成圖像、剪片、解 design。Salesforce Einstein 就幫系統自動預測客戶行為，生成 sales email。Sales team 每日工作即刻輕鬆咗好多。呢啲例子令到投資者覺得 AI 唔單止係潮流，仲可以令舊有 software 公司變得更強、更吸客。但去到近呢一個月，風向完全唔同晒。Agentic AI 突然進化得好勁，即係從一個只係識一問一答嘅傳統 AI，進化成一個可以自己諗、自己計劃、自己執行多步驟任務嘅 AI agent。簡單講，傳統 AI 就係一個超勁嘅聊天機械人，你問一句佢答一句，答完就完事。但 Agentic AI 就唔同好多，佢有 agent 嘅能力，可以作為你嘅私人秘書。你同佢講完個 task 之後，佢可以自己定目標，拆解成好多細步，用工具，例如開 browser、call API、改文件，甚至控制你部電腦，然後不斷 loop 直到目標完成為止。舉個例，你話幫我準備下星期會議嘅 sales report，Agentic AI 會自己去你 email 度攞數據，去 system check 客戶記錄，開 Excel 自動分析，生成 PowerPoint， 仲會自己 send 埋 invite 俾同事，完全唔使你再插手。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呢個月 Anthropic 最新推出嘅 Claude Code Security。呢個新功能內建喺 Claude Code 入面，用最新嘅 Claude Opus 4.6 模型，AI 會自動掃描成個程式碼庫，找出保安漏洞，仲即刻建議精準修復方法。唔係傳統規則式掃描器，而係真正智能分析，更全面、更快、更平。呢個一出，即刻殺晒做 cyber security 嘅公司股價。因為傳統公司如 CrowdStrike、Palo Alto 靠賣服務同軟件幫客戶掃漏洞，而家 AI 可以取代咗大部分人工同舊工具，市場即刻覺得呢啲公司嘅生意模式有危險。正因為咁，而家 Agentic AI 可以跨晒所有 App、所有平台，自動化成個工作流程。結果就係好多傳統 SaaS 公司嘅軟件突然變得冇咁必要。客戶點解仲要買一堆分開嘅工具？一個 agent 就搞掂晒。呢個先係近排 software 股大跌嘅真正元兇。咁點算呢？ AI 咁勁，係咪應該即刻賣晒手上所有 software 同 AI related 股票，或者即刻去做短倉？你要知道，你而家睇新聞而知道嘅嘢，大部分情況股價已經反映晒。有好多比我哋聰明、消息靈通得多嘅投資者，喺新聞出之前已經 take 咗 action。我就係曾經以為自己係嗰個萬中無一、眾人皆醉我獨醒嘅天選之人，見到負面新聞就以為自己反應夠快，立即入市沽貨，以為自己可以快過市場一步，結果死傷慘重。咁驚完一輪、跌完一輪之後 ，What's next？ 就去返到我哋今日嘅主題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如果因為 AI scare 呢個原因，除非有新嘅技術或新聞，要跌嘅已經跌晒。我哋而家可以靜靜地留意邊啲 software 股跌唔死。全個行業跌緊，但佢跌得少啲，甚至喺低位已經開始企穩或者小反彈，背後一定有原因。可能佢有獨特數據、複雜 workflow 或者新技術，可以 ride on AI 浪潮，而唔係被取代。如果你唔去留意住佢哋，你只會等到佢哋升返好多，甚至領導下一個潮流嘅時候，先發現原來佢同其他同行有咩分別，令佢唔單止生存到，仲可以強勁反彈。所以而家就係最好嘅觀察期，留意邊啲跌唔死嘅公司，當佢哋升返轉頭，就係你快人一步嘅機會。市場永遠係咁，總有贏家同輸家出現，殺你唔死，下一個機會就係留俾你。今日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